既然所有的水灾真严重，这镇长就对外界讲，因需要动机具来斗3工，即马工程车拢入来，另外还有机车维修业者提供免费的修理车，还有民宿业者看到灾民无家可归，嘛提供免费的，互因有所在通住。涂骹顶遮尔济土，泥水拢也袂干，怪手来来回回无用试试，甲遮个土吐开。山鸟甲吐起来的土放入沙石车，这是来自德北的机械启动工程团队。今仔日一透早，工程车到宜兰苏澳救灾。经历大水，灾民处理拼出来粪扫无地坑钉伫咧路边，山鸟的驾驶甲涂骹的粪扫吐起来，知影苏澳需要打3工，职工就为各地集合，赶紧来倒出来。有一份心力，出个力，做多一点算一点的。经过大水侵蚀，苏澳镇长表示，即马灾区上界需要的就是动机具，参像是大型的吊车、高压水车、野水车、清高压车，还有抽水机等等。做大水时，有真侪民众的车拢浸水，有机车维修业者伫咧苏澳火车头前免费提供浸水车维修的服务，也要开始营业，就民众牵车来排队。嘛有当地旅社业者看到受灾户暂时无法度转去，就决定免费互因住。天灾无情，毋过民间有爱，苏澳有难，英雄搁再集合，透过家己的力量协助灾区量早恢复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